那个药物为什么它可以治疗什么病啊？这些解释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出来啊？人工智能方面就可以深入的了解，还有就是解释这方面的问题。中醫咧多數就喺呢度攞一執藥，呢度攞一執其他咁嘅混合變埋，咁所以對於呢個藥物嘅組合同埋佢哋嘅副作用咧係好大關係嘅。點樣增強呢個診斷嘅準確性？對呢個佢嘅銷售嘅能力啊，或者佢哋嘅效果啊，同埋佢哋喺人嘅實驗方面啦，我哋都可以做啲機器實習同埋呢個深度學習，使到呢個藥物咧更加有效，包括呢個大模型啊，同埋計算法啊、數學方面啊，就可以加速佢哋製造藥物嘅效果啦。覺得中山醫藥方面咧已經做咗好多工作啦，同埋佢哋亦都係做大量嘅研究。呢個醫藥方面咧喺火炬區咧亦都有好大嘅發展啦。好似喺嗰度啊！嗰度有個井啊，應該喺嗰度有個井啊。其實我自從1979年科學院請我嚟講座之後咧，我差唔多每一兩年咧都翻嚟講下學啊。呢個係個地艇咯，咁呢度係個水渠，沖水去出邊。但佢咪打呔？阿公，華邦公。哇！完全唔認得啦，變化非常之大啊！孫華邦就係我阿公啊，即係正話嗰個相大呔嗰個，覺得非常之進步啦。其實中山有好多好好嘅科學嘅產品啦，好多產品喺世界各地都有銷路。睇到呢度出嗰啲產品係非常之有用，所有嘅設施啊，所有嘅員工嘅環境啊，同埋呢度嘅空氣啊，都覺得非常之好啊！只係希望佢旺旺盛盛快啲人安居樂業，咁就最好啦！同埋中國富有強大。